早晨啊，各位青春代，花少少錢翻新咗個真嘅 FD2，我都覺得好爽啊！香港粉絲通過 Facebook 揾到我哋，經過貨比三家，最終揀我哋幫佢嘅戰車全車翻新整備。駕車嚟嗰陣呢，車廂情況都算唔錯，但始終都有各種使用過嘅痕跡。經過翻新之後，還原咗原車嘅冠軍白漆面。呢兩盞大燈嚟嗰時咧係冇乜精神，經過我同事復原處理，而家真係死汪汪。呢兩盞轉向燈都一樣，所以車主索性一次性換咗佢，仲要係原廠新貨。FD2 唔單止係一直佔據到傳奇嘅席位，而且更係傳奇中嘅貴寶。呢架車基本上保留咗本田工程師最純粹嘅性能調教、精準嘅轉向、紮實嘅底盤，以及高轉速次級發動機。每一次降檔保油，每一個高速翻角，佢都可以同你完美配合，實現真正嘅人車合一。無論你係 JDM 嘅忠實擁躉，又或者你嘅愛車需要重